张婆婆，你又搞什么名堂？不用急着谢我。太子殿下，您还是先回去吧。我刚才跟您说的话，请您放在心上。您放心，您说的是，我会尽快办成。鹏儿，你做什么呀？您千万不能做傻事啊！杀了他，不就是害人害己吗？你说的，娘听不懂。您不是要毒死齐胜吗？这话可不能乱说呀！这要是人听见了，可要杀头的。谁告诉你的？也不是绿丽说的，就是有人曾经听说您私自做主杀了一个张家的上门女婿，我以为您又要……哎呀，又是此事啊！那人是自己在饭馆里吃了猪肚，恰巧那天府里有人送来了白茄烧莲子，我派人给他送了过去，他自己不知道，两样食物相克，吃了就暴毙身亡了。既然您亲自辟谣了，那我信你。太子之所以不敢胡作妄为，就是因为对咱们张家的势力有所忌惮。我只想安心过日子，锦衣玉食的。齐胜他最好别来烦我，也别来搞我，最好是老死不相往来。他爱喜欢谁喜欢谁，我不在乎，我也管不着。傻孩子，你进宫之前娘就告诫过你，在宫里，就算你不去犯别人，别人一定会来犯你，所以你一定要有保命的筹码。保命的筹码就是皇嗣啊！老子只想在这儿混吃混喝，难道还要让我跟他共度春宵？哎，不行，我怎么能把自己的青春也搭上了？我和齐胜，西吧！还是坐起来吧。太子。今天早晨在祠堂，还多谢你出面解围。那不算什么，太子殿下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坐下，陪我说会儿话。真的只想说说话？今日你莽莽撞撞地闯入屋中，可是担心我有什么不测？你果真是和从前大不相同。今日之事，你倒比从前通情达理、善解人意了许多。如今，你是越来越吸引我的注意了。我与你成亲也有些年头了，你确实也受了不少苦，我心中多少还是有些愧疚的。也想找个机会弥补。你千万别弥补。爸，宝贝儿，我多想放肆的哭一场。别说让我给齐胜生孩子，就是他碰我一下，我也有心理阴影啊！娘娘，你这说的什么话呀？您别这样委屈自己。生，宝贝儿，我多希望把齐胜换成你啊！你说你哭哭啼啼的。多惹人怜啊！啊，过来，陪我喝酒。娘娘，您别这
要为难自己。娘娘，您这是怎么了呀？宝贝儿，宝贝儿，宝贝儿，娘娘，我在呢。宝贝儿，你没走啊？你在就好。有你真好，陪我喝酒，我害怕，我害怕。穿越的日子实在是太苦了。最苦逼的是，我被人要挟生孩子。我只想过有酒喝，有肉吃，有妞泡的日子，老天爷偏不让啊！娘娘，你想哭就哭出来吧。娘娘，宝贝儿，还是你最懂我的心，你知道吗？你就是那春茶，我就是那刚烧开的水，我他妈想泡你啊！哼！娘娘。